地註冊處數據所得，今年4月份全港共錄7244宗樓宇買賣登記，數字主要反映3月中旬至4月上旬的樓市實際狀況，較3月份的6680宗升8%，連漲2個月，創下近5個月以來高位。至於月內整體物業登記總值錄得512.60億元，按月增加11%，同創5個月最多。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指出，新盤市場因應推售節奏而略為回氣，二手乘機接力補上，唯關稅戰一度窒礙升勢，後市小休後，料仍有力再上。從住宅物業環節觀察，上月一手私樓買賣登記量出現回吐，交投有所減慢，主因是之前熱賣的新盤已近售罄，而出現推盤空窗期，加上4月初中美關稅戰愈演愈烈，亦窒礙了市場信心。總結4月份一手私樓買賣登記宗數回落了29%，錄1545宗，但仍屬近5個月來次多的水平。而月內買賣登記總值也跌17%，錄得134.15億元。至於4月份一手私樓登記量最多的首3個新盤，依次為上研一期334宗、友好 West Parkside 192宗及上研2期90宗。百元印花稅效應持續，二手量價齊升。二手住宅市場方面，持續受惠財政預算案放寬100元印花稅至400萬元物業，加上趁新盤推售出現空窗期，刺激二手市場接力做好，結果推動4月份二手私樓買賣錄得3650宗，按月持續大升30%，重上最近12個月高位，突破3600宗水平。至於月內登記總值相應增加28%，達270.38億元，繼續展現量值齊升的旺勢。非住宅市場跑贏住宅市場。至於非住宅市場上月表現最凌厲，並跑贏住宅市場，主因是購買力持續釋放，帶動工廈、商廈及店鋪出現介乎逾1成至近3成的全面升幅，而車位更加按月勁升46.6%，造就4月份整體工商鋪及其他買賣登記量出現連月大反彈，並逼近1000宗關口，錄975宗，按月再升33%，而月內相應買賣登記金額則升3%，錄56.06億元。關稅戰似有放緩，後市趨樂觀。陳海潮表示，自踏入4月份，中美關稅戰愈演愈烈，環球股市更加一度全面急挫，窒礙了復甦中的樓市。加上4月下旬節慶假期較多，令住宅交投自高位回落，尤以二手市場更見明顯。縱然工商鋪續有不俗表現，但相信屆時落入5月份的整體登記數字將會有所萎縮。依目前情況推算，預料5月份整體樓宇買賣登記量將減少至7000宗以下，下試6550宗水平，屆時恐跌至3個月低位，按月少近1成。不過，近期關稅戰似有放緩跡象，加上新盤再度熱銷，後市仍趨樂觀。